向呢外求，我们呢不要向外求佛，佛呢要在我们自己呀，身中求。那么与佛无二，跟佛都一样，没有两样的，故以呢开佛之见，所以这样呢就讲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佛的知见。那么无一切呢，一切人66讲说，我也来劝一切人，以自心中呢常开佛的知见，在自己的心中都开佛的知见，不要开众生的知见，我们都开众生知见。那么世人心邪，凡人这个心不正，愚迷造罪，所以说那个呢诈骗电话都是愚迷在造罪的，对不对？很正确的，愚迷在造罪。然后口善心恶，嘴巴呢都很会讲，可是心很恶。嘴巴讲出来都是好听的话，心里面都想要人家的钱，口善呢心恶，贪嗔呢嫉妒，这个呢都具备了贪嗔嫉妒。人家有钱，嫉妒了就想拐骗人家的钱，因为贪嗔，贪欲我慢，这个都是我们凡尘很容易见到的现象。贪欲我慢，亲人呢害物，自开众生的知见，我们自己开众生的知见，没有开佛的知见。若能呢正心呢长生智慧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正心，心要正。所以呢，心要正就是要学那个儒家讲的格物致知，把那个心中的物都革除，然后我们的知就良知可以呈现，格物致知，然后这个诚意就正心了，心就正，然后心正呢就会产生智慧。智慧长生，关照呢自心，止恶咸善。我们关照呢我们自己的心，把恶呢都停止，能够咸善，是自开佛的知见，这样就是开佛知见。